日前，新世界发展以一场融合历史、文化与艺术的发布会，正式揭晓其年度焦点超级豪宅项目——香港九龙核心地段 Pavilia Rosa 奥运。这不仅是一次新品发布，更是一场对香港百年花园城市传统的致敬与续写。本项目定位为低密度超级豪宅，共计约100套单位，主推3房及4房大户型，兼设少量特色户。目前示范单位及楼书即将准备就绪，预计于今年首季正式推售。鉴于该地区已约10年都没有低密度豪宅供应，项目将采取招标形式发售。今次咧 Pavilia Rosa 奧運嘅英文名 Rosa 係沿用咧項目咧所坐落嘅地段 Rose Street 玫瑰街，亦都寓意住咧貴麗同埋典雅，亦都咧秉承咗集團 Pavilia Collection 系列咧一貫咧卓越嘅品質。而呢個項目咧，亦都係集團咧首度咧將我哋咧呢個 Pavilia Collection 呢個豪宅系列咧引進呢個九龍核心傳統低密度嘅私人豪宅地段嘅，亦都毗鄰咧九龍塘呢一系列嘅豪宅區域嘅。咁至於中文名都有啲熟悉啦。中文名奧運中間咧呢個奧字咧代表翱翔嘅意思，亦都代表咗項目咧我哋同係奧神嘅精髓喎。而韻咧亦都寓意咗咧才華啦、學識啦同埋內在修養，配合咧項目咧位處咧呢一個書香世代、深受百年咧花園城市深厚文化底蘊咧嘅薰陶。Pavilia Rosa 奧運位處咧喺呢個傳統富豪聚居嘅豪宅地段，項目附近咧講緊咧具規模嘅低密度豪宅供應咧，可以話咧係絕無僅有，亦都係咧超過10年冇供應嘅。咁集團今次銳意咧以貴麗級嘅名師去精心設計，為買家咧帶嚟呢個精品之選，重新定義頂級豪宅嘅定義同埋標準嘅。咁喺新世界 Pavilia Collection 咧，我哋每次咧都會因應周邊嘅環境啦、人文歷史啦，去精心佈局嘅。今日 Pavilia Rosa 奧運係坐落喺九龍核心傳統低密度嘅地段，毗鄰香港花園城市概念嘅發源地九龍塘。咁其實咧，就喺1920年代咧，一個享負盛名嘅城市規劃師咧，霍德華先生咧，就已經將一個花園城市咧去試行喺呢一區度咧發展成一個低密度嘅住宅區，咁令到呢一區咧漸漸咁成為一個富人嘅聚居之地，形成一個傳統低密度豪宅地段。同時間呢度亦都係承載住超過100年嘅歷史同埋豐厚嘅文化底蘊。位於九龍核心地段嘅 Pavilia Rosa 奧運完美係平衡咗寧靜嘅私隱同埋都會繁華，真係令人十分之嚮往嘅。咁項目咧就毗鄰4通八達嘅港鐵九龍塘站，屬港鐵東鐵線、觀塘線以及咧未來擬建中嘅中鐵線，可謂咧3線嘅交匯點，交通網絡咧極為方便，盡享南金融北創科嘅產業優勢嘅。我哋 Pavilia Rosa 奧運坐擁住最優越嘅校網資源，不論係著名嘅幼稚園啦、傳統名校啦、國際學校，以至到最頂尖嘅大學學府咧，喺九龍塘區都係一應俱全，絕對可以為大家嘅下一代或者你客人下一代咧，提供一個最優質嘅教育環境。Pavilia Rosa，咁我哋咧亦都由於咧呢個項目咧，講緊喺同區嚟講咧，項目附近咧其實可以話係超過10年咧冇呢啲具規模嘅低密度豪宅供應，咁市場嘅都好期待啦。咁所以我哋咧都積極部署呢個項目咧，會盡快推出。咁講緊呢個示範單位同埋手續書咧，我哋都積極準備緊去到一個最後階段，咁希望有機會咧喺第1季咧可以推出市場。講緊咧頭先呢個區域咧係屬於
一個九龍核心嘅傳統豪宅地段啦。咁講緊話附近嚟講咧，超過10年呢一類嘅低密度豪宅供應咧有規模咧係講緊係冇嘅。咁所以咧呢個項目嘅定位咧都係一個傳統豪宅地段嘅一個超級豪宅啦。咁講緊單位咧主打係會係白色單位同埋3、4房大宅嘅。咁因此個定位都係一個超級豪宅啦。咁如果講緊參考嚟講，因為今次項目提供嘅單位都唔多啦，講緊係大約100個。咁我哋會傾向會以招標形式去推出。我哋今日就主要講呢個奧運啦。咁但係之前我都有講過上半年我哋都有幾個項目部署啦。咁先係呢個九龍核心嘅低密度豪宅奧運啦。咁亦都稍後都會有公佈，就係我哋喺鄰近高鐵站嘅一個項目啦。咁都有機會喺第一季推出嘅。咁主要係呢兩個，咁稍後就會係上半年嘅亦都有機會推售呢個頭級第3期。主要係呢個。我諗呢個樓盤咧，無論係本地嘅傳統豪宅買家，以至係一啲可能受惠投資移民啊，或者一啲內地嘅或者國際買家咧，都會係追捧，因為講緊咧九龍傳統豪宅區核心咧係多年冇供應，講緊呢個都係一個大規模嘅低密度豪宅咧，更加超過10年冇供應。咁所以加上頭先我同事都有講啦，呢個位置鄰近呢個九龍塘港鐵站啦，咁講緊去全香港咩地方都方便。咁所以相信對無論係本地啦或者內地客要即係往返本地內地嘅買家嘅富豪都會係十分之吸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项目附近一带多年未有新供应，市场期待度极高，示范单位目前筹备已进入最后阶段，最快于首季登场。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直击香港楼市，洞悉市场机遇，锁定楼量香港，带你亲临现场。